水梨树结实累累，重要工程在地底下看不见。鲜渣它因为属于原生种，它的根生长力比较强，所以当它的母树。靠着农人讲解才看懂，水梨果树上又嫁接大鲜渣和小鲜渣，俗称鸟梨的鲜渣和水梨本是同根生，倒没有相间合太极。靠着一品种交叉授粉，帮助了水梨的结果率，果实也没有水梨甜美。山上的小鸟很多啊，黄鸲啦、小鸟啦，都吃光光了。天然有股酸涩味的鲜渣，连小鸟跟虫都不爱，躲过啃食总比水梨长得好。农场第3代周少珍和兄弟姐妹建议爸爸干脆把配角变主角。加工过后日晒很重要。对，因为它比较能够保持住那个水果的香味。可是这种37、8度，其实人晒了真的受不了，就听不力一听念。先凉挨嘛。今天很闷热，老板问我要不要喝点凉的，当然哦。日晒3、4天后的鲜渣煮成茶，可以降火气、解油腻。以鲜渣茶为基础，还可以做成蒟蒻、冰棒或冰淇淋，或者把鲜渣打成泥，加入麦芽翻炒，炒到连翻搅都费力的成团状态，加入核桃。味道不那么甜腻的手工鲜渣核桃糕就完成了。鲜渣是很好的东西呀，一般它就是把它当成药来使用那我们就是把它可以当做零食当做点心来食用的话，可能就是说大家接受度会比较好。以前只有糖葫芦会用到的鲜渣，周家姐弟尝试做更多加工品。酸涩鲜渣大变身，也带动在九琼湖务农超过1甲子的农场改变转型。因为你现在的观光休闲产业来讲，一直要有变的，要有新的东西出来。我们看到了现代农夫的变通之道，把水梨园里的鲜渣从配角变主角，也因此开拓了休闲农场的新舞台。今年1年，愛是兩雞毛；今年1年，愛是兩雞毛。